好多香港嘅朋友返鄉置業，最後都買錯屋、買貴屋。其實我睇喺眼度，好心痛。我係土生土長嘅廣東仔，暨南大學房地產專業畢業，17年就入咗上市公司，30年一路深耕地產，做過開發商、代理商。樓市上行嘅暴利，開發商嘅風生水起，普通人嘅買房致富，我都見過。樓市下行，上市公司爆雷，資不抵債，我亦全部親歷過。後來我深耕發拍不良資產，我最大嘅成就感唔係揾幾多錢，係幫高危嘅人避開風險，幫低谷嘅人揾到平價好屋。我細個嗰時候，我姑媽孤身一人去香港打拼，一路供我讀書，教我做人要正直，做事要踏實。屋企大半親人都扎根香港，我深知香港人揾錢艱難，養家不易，所以我真係唔忍心見大家返內地置業，仲俾不良嘅開發商高佣金中介帶去買偏遠新盤，高價接拋門。依家市面好多嘅優質新盤，核心地段，配套完善，成熟社區，有醫院，有班車，適合養老自住嘅好房。跌到谷底，性價比極高，只不過普通人揾唔到。我做呢行咁多年，就係想憑自己30年嘅行業經驗，真心回饋一路幫過我嘅香港親人同朋友，帶你哋避開套路，唔踩坑，安心安家。